大家好，今日我會教大家一個全身性負重訓練。呢一個訓練可以有效咁鍛鍊到我哋嘅手握力以及核心肌群穩定性。對於長者嚟講，可以更加輕鬆咁拎到啲重物，以及行路嘅時候都可以更加穩定，唔易跌倒。做呢個動作嘅時候，我哋準備兩個同等重量嘅重物，唔需要太重。做嘅時候，我哋嘅手踭伸直，膊頭放鬆，然後邁步向前行。咁我哋嘅時間每一組可以維持喺30秒。做完30秒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休息1分至2分鐘，重複3次。呢個動作我哋每個禮拜可以做2至3日。做呢個訓練嘅時候，大家應該會感覺到前臂、膊頭都會有啲酸酸地嘅感覺。另外就係我哋嘅核心都會出緊力，硬硬地嘅感覺。如果做嘅時候，大家身體有其他嘅唔舒服，就要立即停止，並且尋求專業嘅醫護人員協助啦。感謝觀看，記得點讚關注我。